哇，不得了！冇司機都會喐嘅無人駕駛車，最啱我呢啲嗌人坐，唔需要對住人，喺深圳就可以坐到。喺微信小程序打開小馬智行，喺指定位置上車，輸入你嘅目的地，記得選擇指定無人駕駛車嚟接你，佢就會安排一部無人駕駛車嚟接你，根據翻佢嘅車身編號嚟上車。車身開門係用智能電話解鎖開門，上到車再輸入電話最尾4位數字確認身份，綁好安全帶就確認開車，進入無人駕駛嘅旅程啦。其實佢啲感應都做得好，上到高速公路佢都揸得好穩好定，令到我好放心，可以喺熒幕睇到佢預算幾時想 cut 線，佢駕駛時嘅實況其實都做得好精準，喺熒幕上面冇咩睇到有 delay， 喺熒幕上面你會見到佢預算會有部車經過，實際見到嘅時候呢，你都會見到同一個 size 嘅車喺側邊度經過，所以佢啲感應其實都做得好好。剎車嘅問題我諗大家都會擔心㗎，部車本身就想轉彎嘅，但係路面狀況突然之間轉燈，佢都真係停得切，所以佢車頂嘅衛星同埋佢啲計算都真係做得唔差，落車嘅細心位佢都做得好好，確保你安全落車。喺熒幕上面你仲可以選擇你自己中意聽嘅音樂，版面嘅設定可以睇下地圖仲有幾耐會到，睇下呢位小姐坐得幾安心，到落車點時會提示你喺右邊落車。呢一轉無人駕駛車全程我坐咗31分鐘，只係用咗16個3啊！哇，簡直係平靚正啊！我相信我下次再過嚟深圳呢，都會再坐無人車。完。